今日我嚟教大家點樣整伯爵茶芒果蛋糕。我哋需要用到嘅材料有：準備好材料之後，我哋就事不宜遲開始整啦。首先，我哋就要將焗爐預熱到170度，跟住就要將無鹽牛油佐葉融化，加入伯爵茶粉我哋備用。第3步，我哋就要將蛋黃同埋蛋白分開，跟住將糖平均分成2份。跟住我哋就要用電動打蛋器高速咁樣將蛋黃同埋30克糖打發至發白同埋濃稠。跟住提起打蛋器，流落嚟嘅蛋汁嘅表面有條紋嘅狀態就可以攞嚟備用㗎啦。第5步，將蛋擺喺另一個乾淨嘅盤入邊，用電動打蛋器嘅中速將蛋白打到起泡，將30克嘅糖分3次加入，跟住轉高速打發到蛋白起身，佢嘅尖尖唔下水就得㗎啦。跟住我哋就要將1/3嘅蛋白霜加入蛋黃混合物入邊，下一步就要將1半嘅低筋麵粉過篩，輕手拌入，跟住再拌入1/3嘅蛋白霜，最後加入其餘嘅低筋麵粉同埋蛋白霜。第7步就要將溶咗嘅牛油同埋伯爵茶粉倒入去麵糊入邊，小心咁樣將膠刮從盤底翻至表面。第8步就要將啱啱先已經攪好嘅麵糊倒入去已經鋪好烘焙紙嘅蛋糕模入邊，擺入已經預熱好嘅焗爐，焗大約30分鐘之後，用針插入去蛋糕嘅中央，如果冇麵糊黐住就熟透㗎啦。下一步，將鮮奶油打發成泡沫，加入適量嘅糖。跟住大家可以將自己中意嘅餡擺喺蛋糕嘅中間，例如奶油啊、生果啊等等。最後我哋搽啲 cream 喺蛋糕嘅表面，跟住加啲裝飾就完成㗎啦。如果大家都中意呢段片，就記得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 俾你哋嘅朋友啦。拜拜。